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传统哦，跟英文很像，所以我们也知道它是传统的意思。它这边有多加一个字。好，传统。但很新，很新，在这边用度也可以拿来形容。too fatigué， 就是 too fatigué， 对我很累。哦 ，c'est tout nouveau，OK， 好，一样的。这个 say 啊，跟英文的 it 一样，它很好用。It's very， 我不会英文不好，哈，很热闹。然后 it's traditional。But, OK, c'est traditionnel, mais tout nouveau. 来 ，nouveau 是新，虽然是传统，但是是全新的电影。他要讲的就是这样子。譬如说，我们常听到那个电影的广告词是千年传统，全新感受，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哈。那这句话要怎么翻译成法文呢？就是 c'est traditionnel, mais tout nouveau， 来，大家跟我念一次。来，我这边把它要记出来哈。来 ，c'est traditionnel， mais tout nouveau。这句连在一起念看看哈。c'est traditionnel, mais tout nouveau。好，不要害羞。一样征求同学把黑板上所有的句子念过一次。啊，不用啦，念其中一个句子就好了。没有，你们都不爱吃这个巧克力。好，请念一句就好了。哪一个？上面还是下面？下面。c'est对，然后这边好像少了一个 n 嘛 traditionnel， 不好意思哈 traditionnel， mais tout nouveau，OK， 谢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我觉得很好吃啦，而且这是台湾特产哦，台湾模仿特产，来，那我们接下来。要问大家，前面3个问题可不可以得到解答了？可不可以了？对，这边有要抄吗？要抄完了哦。有需要的话，下次会整理给大家。来，我们来解答喽。3个问题。Qu'est-ce qu'il y a？ 什么事情？对，那我们就要，这是问句嘛，前面是问句的开头，这是问句开头。哎呦，天气太湿了，来，问句开头去掉了之后，剩下的就要当答句的内容，就是要讲说，il y a什么什么。什么？左上角是写什么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会念吗？啊？什么？太小了。看不到耶。哎。他们会看不到。我无能为力啊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直接把它写上去哦。上面写什么？上面写。刚刚听到同学讲，谁？是谁？谁？来，拿什么？拿什么 ？Festival， 不要害怕 ，Festival 就是 festival 庆典，什么庆典？对，的什么？它的名字叫这个吗？电影庆典吗？叫做 La Festival de 什么？
的坎城的坎城来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干，来，念标准哦。Il y a la festival de Cannes。再一次哈，同学用优雅的口气念。Il y a la festival de Cannes。好，谢谢同学哈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坎城的坎，其实它跟甘蔗有点像哎。来，甘蔗的法文是什么？顺便学一下。有糖的柑子就是甘蔗啦。哦，这个东西叫做甘蔗。好奇怪哦，有糖的柑子，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拐杖也叫甘蔗，啊，那甘蔗怎么讲？这个怎么念？一样 ，s 不发音嘛，所以它叫做甘啊续。念快一点，要连在一起。甘啊续。对，甘啊续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个只是补充而已。再来，接下来乌是乌地，乌是乌地。哦，干啦，这样子好吗？同学，你住哪里？台北。这样子回答好吗？人家说我住在台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问你说在哪里举行？哦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位于哪里？或者在哪里？你要跟他我说在坎城。那坎城在哪个国家？法国。所以要怎么讲？还记得吗？这都是复习哦。刚刚是不是说把疑问词去掉之后，剩下的句子部分就要拿来当回答？所以是 il se trouve 怎样 ？trouve 呢？直接用干的，是不是要介系词？有没有学过英文？英文不好，法文不要太烂哦。这边学一下，把它学起来。法文很简单，这边只要一种介系词就可以拿来做所有都市的介系词了，就是啊，比如说啊台北、啊高雄、啊台中、啊台东、啊新竹、啊香山、啊竹山、啊宝山，都是啊。不管多大多小，只要不是国家的城市，都是啊。好，啊，干。那它是什么国家？啊，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啊，我这边错了，同学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来，这边是了，谢谢老师。对，看，就拉惨，拉惨。哦，以后不要跟我一样哦，要法语比我好哦。啊，别啦，阿干的，然后在什么国家？法国，法国怎么拼？我今天把法国拼出来。F E F F F R N C 来，我们缺了什么东西？这边有个 R， 这边有一个什么？不可以。哎呦我呀！那这个东西同学忘记了哈。我们有3个选项给你选，第一个选项是哦，第二个选项是哦。第3个选项是哦，请问是哪一个呢？第一个。为什么是第一个？好，感觉这个希望10年后你的感觉是对的。好，没错哦。那为什么是哦？其实是要看国家的性别哦。法国是有性别的，法国是什么样的？阴性。对，所以法国的代表通常是用一个女生来当代表，英国也是阴性的。以色列是什么姓？阳性。台湾是什么姓？无姓。因为台湾是一个岛，很奇怪哈。那这个东西叫硬背，硬背，
除非你是法文系，不然我不会叫你背。但是你还是要知道，至少知道法国是最后什么电影？有同学知道？聂隐娘。那我们回去前面，它前面有什么？来，左下角写什么？对，等一下。哎呦。来，左下角看到，哎呦，好讨厌哦。很烦呢，好，你知道哦。捏一鸟，好，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？为什么要学这个？因为有一天啊，法国人会问你说，哎，上次那个什么捏一鸟，可以不？可以不 ？OK， 为什么可以不？可以bien，可以bien，可以bien，可以bien。Je pense il est très bien， 所以 quel film est-il？ Il est什么？这只是考你们了哈。捏一呀，好。哎，要学法文或是学外文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当我们写汉字给别人的时候，他们绝对会傻在那里。OK， Comment est-il？ 他问你怎么拼呢？那你就要拼给他们。Il est 聂隐娘。OK， 你不标音标没关系，不标音调没关系。聂隐娘，你不要声调，他们聂隐娘、聂隐娘、聂隐娘，对他们来说都一样。好，全部念过一次，复习一下，小小的复习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下步骤了哦。来，第一个 ，Qu'est-ce qu'il y a？ Il y a le festival de Cannes。慢慢来 ，Il y a le festival de Cannes。来，第二个 ，Où se trouve-t-il？ Il se trouve à Cannes。